新城要理問答。問答17：什麼是偶像崇拜？答：偶像崇拜就是將我們的希望、幸福、意義和安全寄託在受造之物，而非造物之主身上。問題18：上帝會免去我們背約和拜偶像的刑罰嗎？答：不會，每一宗罪都違背了上帝的主權、聖潔和良善，干犯了他公義的律法。上帝對我們的罪懷有義怒，他將進行公正的判決，在今生和來世刑罰這些罪。問題19：有沒有辦法逃脫刑罰，重蒙上帝的恩惠？答：有的。了滿足他公義的要求，上帝出於純粹的憐憫，借住一位救主使我們與他和好，救我們脫離罪和刑罰。問題20：誰是救主？答：唯一的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，永活的上帝之子，道成了肉身，親身擔當了罪的刑罰。